今仔日日当来小解一句真水的台语话句，叫做真挑假秀白贼溜。真挑假秀白贼溜。中昼去三峡巷仔内素食店食豆，听到一个师姐咧讲一句真挑假秀白贼溜，意思是咧讲尖子的手路技法，若是挑就较有技巧。困难度较悬，若是秀，嘛是爱有二步七啊，秀起来才会好看。也若溜，就是用线甲丝线穿好要织的外形，天起来就会使。这较简单，无啥技术性。即句遮尔端正的话语，水就水伫咧用真、假、白贼来去讲挑、秀。溜，规句话形容甲够美够角，阁有跳韵，愈斟酌甲详细，愈有滋味。我食甲这个货势，嘛是头一摆听着。